中共最近开通了从东突厥散吐鲁番机场到北京的直达航线。根据中国日报7月27日消息，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北京至吐鲁番航线开通了客运航班。台湾3立电视台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裴洛西预计2日晚间10时30分抵达松山机场，3日上午8时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当日上午10时离开台湾。美国政府强硬支持裴洛西访台计划，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中共，如果制造危机，北京将负全面责任。与此同时，美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正驶向台湾，为裴洛西护航。当地时间8月1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分2批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这笔援助是在欧盟宏观金融援助项目中支出，采用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欧盟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向乌克兰提供了22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8月1日称，一架巴基斯坦陆军直升机在俾路支省救灾时与空中交通管制失去了联系，机上共有6人，目前正在对该直升机进行搜寻。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呼吁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阿拉伯国家组将以色列核武器问题提上了联合国大会第10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议程。在乌兹别克斯坦，宪法修正案提案的公开讨论期已经结束。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委员会的声明，6月25日，部分宪法修改草案公开讨论，收到了近12万条公民对宪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